有真侪民众靠做去互诈骗集团利用去，家己变做是共犯，却拢唔知影。司改会也讲，法院对故意犯罪认定无一个标准，可能会害到较弱势受害者，无再调去替家己辩护，颠倒去互判有罪。司改会今仔日也去到国家人权委员会တင်情，希望改变司法界系统性问题。年初一位林先生因为就网络买手机资料无丢伫，互诈骗集团提去买游戏点数，变做诈骗人头，引起警方的注意。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甲几若位律师讲，这几档有真侪民众拢拄到这种状况，而且去到法院，阁会拄到另外一种压力。当时候我在法庭上跟法官辩护的时候，法官竟然以说，这种人头账户的案件，法院通常90%几都判有罪，因此来劝我的被告要认罪。捌替这类被害者辩护的律师黄明典表示，庭书上法官应该先要求检察官来举证，被害者到底敢有犯罪意图，民众无势力哄骗，无代表就是诈骗集团。因嘛记得有民众口座和红赛借去用，但是红赛纠集哄骗，落尾法院却认定红赛无罪，颠倒就的人有罪，认为法官无徛伫受害者的立场，用系统性的思考方式，明显违反无罪推定的原则。我们的实务从来不去认定这一些人为什么要提供账户给别人。那提供账户给别人，是不是当人就有帮助诈欺的故意？是不是当人就有洗钱的故意？司改会认为，司法实务上，法官判断民众有罪认定受过人，造成真侪弱势被害者无法度替家己辩护着认罪冤案。伊嘛特别准备定情书，向国家人权委员会来定情，希望委员会当介入调查过去这案件审判正当性。检察院是表示，会将案件转交予委员，看续落来敢要介入调查。记者陈雅文、曾派文台北报道。